如何在你的一生和步入晚年期间，确保个人资产得到妥善管理，并照顾到日常生活需求，是许多委托人关心的重点。透过客制化传承信托，你可以提前做好安排，确保自己年老的生活依然能够过得自在无忧。在你清醒健康时，将部分现金交给信托公司管理和分配，预防因老人痴呆或疾病导致管理不当的问题。这样不仅能够防止资产因管理失误、破产或诈骗而损坏，还可以实现资产与债务有效隔离。一诚信托始终为你多想一步，让你的资产安全传承，安心守护你的晚年。任何有关信托服务的询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